差啲上頭條，開槍嘭一聲甩槍鉸。今日陽光仔直擊太古城，搞掂呢個分秒必爭嘅鋁槍大危機，做10隻槍嘅配件更換同埋4幅窗嘅防漏工程。業主一開槍，發現槍鉸甩咗，7字手掣成支甩咗，一吹風隻槍就搖下搖下，拉釘又嚴重氧化，拆出嚟睇，槍框全部都係螺絲屍體。師傅一到場即刻將危險槍拆入屋做安全處理，換上304不鏽鋼槍鉸，抗受耐重，幫你重拾安全感。另外上下開關手掣、7字手掣、扭手掣嗰下夠晒紮實，換埋內外 TPV 防水隔音膠條，以後關槍靜音兼唔漏風。防漏方面，防水層嚴重乾裂，舊膠裂到一忽忽，我哋會做極致嘅防漏工程，先徹底鏟走晒舊嘅防水層，再逼上寸半至到2寸厚嘅新防水層，最後塗上防漏膜。如果簷篷位置足夠，額外加送擋水濾角，打風都滴水不漏啦。工程一完，即遇黑雨級暴雨實測，業主親身喺窗邊驗證到我哋嘅實力。出邊狂風暴雨，窗台一滴水都唔滲，乾爽到好似開咗抽濕機咁啊！我哋提供免費3年嘅保養，投保3000萬嘅第三者保險，不外判保證安全。陽光鋁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